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的圣经利未记23章第1节到44节。我来读23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恁着吩咐以色列人，甲因讲，耶和华的节期，恁所着宣布做圣会伊的遮的，就是我的节期。6日着做工。”第7日是大的安息日，着做圣会。恁一切工拢毋通做。伫恁一切徛起的所在，这是做耶和华的圣日。耶和华遮的节期就是圣会，恁到期所着宣布的，就是遮的。正月14日，黄昏的时是耶和华的逾越节。7月15日是耶和华的度假节。恁着食无酵饼7日久，头1日。着有圣会，拢毋通做啥物苦工。7日久着献火祭互耶和华。第7日是圣会，拢毋通做啥物苦工。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恁着吩咐以色列人，甲因讲：恁到我赏赐恁的地，收割五谷的时，着将起头熟的五谷一捆带来互祭司。15节到16节。恁着对安息日的假日献牛捆做摇祭的迄日，为家己算起满7个安息日到第7日的安息日的假日，恁着算50日。佮着将新的数字献予耶和华。第22节到27节。恁收割残的五谷，残的角头毋通挂到真角落。也毋通捡，着留互善良人甲出外的捡。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恁着吩咐以色列人讲，7月初1，恁着守做安息日，着分河头做纪念，着做圣会，拢毋通做啥物苦工，着将火祭献予耶和华。”耶和华吩咐摩西讲：“7月初10。”是赎罪的日，恁着守做圣会，搁着刻苦家己的心，也着将火祭献予耶和华。33节到36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讲：“恁着甲以色列人讲，即个7月15日是大了节，7日久甲耶和华守伊，头1日着有圣会。”毋通做啥物苦工，恁7日久着将火祭献予耶和华。第8日着守圣会，着将火祭献予耶和华。这是严肃会，毋通做啥物苦工。第44节，摩西就将耶和华的节期传予以色列人。以上，这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享受安息3。享受节庆。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爸爸上帝，阮感谢主你会当来敬拜你，阮也感谢对这个月开始，阮有一个礼拜的这个月中间的这个灵命操练。今年阮的主题是要享受安息，因为这是主你的应允。自早创造宇宙万物的时，你就设立安息日。阮伫你面前会当得到安息，毋然我会当真正明白安息的意义，会当伫你的听下面，会当真正来分享、来享受安息。但阮今日到第3讲，就是你的神跟阮三个做伙，我们要透过这主你所设立的这节期，来成做阮的帮站，就是你的灵来亲自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咧讲10月份，咱是灵命操练，咱要享受安息。安息即个物件，毋是到10条界的即个第4界讲，你着守安息日，迄阵才有即个安息日的。上帝创造宇宙的时阵，做6天，第7天伊就设迄个安息，做安息日，即个诚做圣日。到新约的时阵，主耶稣伊嘛甲咱讲，你若转到伊的面前的时，是讲见
劳苦担当的人到我遮里来，我就互恁得到安息。这是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底下来所讲的。耶稣佫一摆来挂保证，咱若到伫伊的面前，咱就当得到安息。但是咱啥物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常常感觉无得到安息。若有，你要咱会当知影讲你有得到安息？咱较当有一寡即个项目会当互咱来当来印证看卖啊。当然，咱得到安息是为着什么？伫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伫遐甲咱讲，恁得救是在乎即个归回安息，恁的即个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讲咱会当得救，咱会当得救是因为咱归回到伫主的面前，咱的安息会当是，咱会当有快乐时，咱会当有平静甲即个安稳。平静甲安稳，安稳即字是原文咱台语的翻译是较，即个去用着华语版吼。咱台语是用即个信靠吼，你会当信靠，佮安静时，你就有快乐。你若要有点得救是倒转到伫上面前 ，return 甲 rest 吼，倒转到上帝面前，佮伫遐来休困，安尼是你才会当得到即个得救吼。所以咱要享受安息，其实咱就是安那真正知影迄个安息的意义，咱才有办法来得到救吼。这是咱对第一讲的时，咱就伫遐来讲起的。所以咱毋茫咱透过这四个主题会当明白。咱头一个礼拜伫遐讲安息胜利第一号时，咱就讲到即个源头。咱会当源头会当有安息，是因为咱信靠耶稣伊的国话。伊的国话了，伊是代表伊是真正的神，所以咱敬拜伊，咱来荣耀伊的时阵，伊佫甲咱讲即个保证，你若到我的面前，你就得到安息，因为伊是神，所以伊讲的会当诚济咱的帮助。咱毋是干那主日到伫上帝面前，到伫中华路49号在守圣日，无咱伫第一讲咱就讲着，咱毋茫每一工拢是咱的安息日。每一工拢会当有一段时间分别做圣，到伫主的面前，不管是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拢会使。你有一工，你每工有一段时间，你分别做圣，到伫主的面前时，伫伊所在来敬拜伊，伊所在来看伊的话语，然后伫遐最好祈祷的时阵，你的源头你就对啊。源头对的时阵，你才会当去享受到伫咱的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你有较欢喜无？你有搁较感恩无？你有搁较享受你的生命？这是基督徒有安息的即个表现。所以你会当用即个表现你来看，你的生活中间是毋是常常搁真无喜乐伫咧？你常常是毋是感觉真安尼足侪抱怨的，足侪抱怨伫咧？你是毋是常常无办法感恩，感觉别人拢欠我共款？你感觉真无知足，所以你感觉真袂当献上你的感恩。你感觉你的生命，你袂当真享受。你感觉活伫世间，为是感觉是真痛苦的代志。你袂当享受祝福你伫即个世界的即种所享受互你的，袂当去享受。你是毋是完全即个负面的部分？你确实，你若会当到伫上帝面前，就真正确的关系时阵，主讲我要互你得到安息，因为你会当将你的重担交互我。你互我，你就摕主的即个重担，主的担是轻佮快的，所以你的生活你就更较喜乐，你就更较感恩，你会当更较享受。这是咱基督徒有安息的即种表现者。这是咱第一节讲，这是源头。你要先知影，为什么咱会当享受安息？因为这是主互咱的应允。咱若甲伊的关系好，咱就当享受即个安息。第二，咱就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所见证的是啥？耶稣所见证就是迄个上帝，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到底和咱的关系是甚物？伊为什么会当有做这个保证？你伫你的生命中间要安怎来感受到？是干那迄是一个名词尔。我知影耶和华是一个上帝，伊创造宇宙万物，但是我甲伊却无啥物关系伫咧。我敢知影啦，但是伫我的生命中间却无即个结连上个做伙。诗篇23篇是大卫王所写的，伊是咧过羊的，所以伊知影伫羊中间，要有这羊会当得到平安，得当真安稳伫遐来食即个草时，只有安那有一个牧者咧甲伊照顾。即个牧者若真尽职的时，这羊就真放心，因为豺狼来了嘛无要紧，
这敌人来了，无要紧，这个牧者会退，会甲伊保守，会甲伊看顾伫咧。代表伊的领袖，就这个耶和华上帝是伊的牧者。但是其他的人的领袖是啥物？咱伫旧约中间看见讲，伊有一寡复合名，耶和华以列、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这个名代表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信仰前辈，伊有另外的领袖。耶和华毋是干那我的牧者尔，耶和华是一个有准备的这个牧者。伊是有耶和华以列，伊就是这个是亚伯拉罕伊的领袖。讲耶和华上帝是有准备的，当我咧欠过时，伊就为着我准备。有准备的时，你会表现出来是啥？搁较满足，搁较丰富。你感觉因为上帝拢咧甲我陪伴伫咧，陪伴我所需要，毋是我想要，是我需要的，所以我就感觉足满足的。我感觉我的心嘛足丰盛伫咧。亚伯拉罕的领袖是讲耶和华以列。是伊是一个有准备的上帝。基甸当这个上帝天使来找基甸，叫伊要去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的时阵，伊惊要死。伊讲敢有影真呢？搁伫迄个所在来印证讲，原来伊面对这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的时阵，伊就讲惨啊！我见到耶和华的使者，我会死啊！耶和华的声甲伊讲，无，我要互你得到平安。伊总起一个段。就称呼这个段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平安的，耶和华是享受平安的，耶和华沙龙。当你若感受到你的上帝是这个平安的上帝，你就开始你会当真自在，甲别人分享。耶和华上帝享受我平安，所以我感觉我伫这生活中我是遐尔自在伫咧。我会当甲别人来分享，甚至我会当供应我会给出来会当互人的这个部分，还是别人所需要的。基甸。伊的领袖就是耶和华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伫亚利米的时代的时阵，迄个社会中间，好野人欺负善恰人，这大官欺负百姓，这种情形时，亚利米伫遐讲，我需要是迄个上帝是义的上帝。伊果然伫遐来感受到，伊伫遐来宣告讲，耶和华赐跟奴。就是讲，耶和华是迄个义的，伊是阮的义，伊只有伊会当行阮，带阮行迄个正确的路伫咧。当即个以色列人到伫即个出埃及中间，伊所欠的，伫即沙漠中间所欠的是水。当伊看到一股水的时，你竟然即个水是苦的，但耶和华上帝爱摩西等一个插落去的时，即水拢变做甜的。以色列人看见即神者的时，耶和华就透过摩西甲因讲：，当你知影我是真的神，我要保护恁，但是恁爱照着我的律法，照着我的诫命，等恁才去行。那呢时我就无互埃及人所当着这疾病、这破病临到伫你的身上，我是你的医治者，耶和华拉法。以色列人伫遐来认知着，耶和华真正是伊的医治者，就是伊的安慰者，要互因的身心灵拢得到健康的。耶和华佮看过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有即个亚玛利人要来欺负这以色列人。摩西爬到山顶去，双手举起来的时阵，连以色列人就太赢。当伊手真酸放落来时，以色列人就死去啊。所以阿伦甲何尼就两个人甲伊的手甲摊掉咧，互伊一直手举掉咧，以色列人就一直赢去。所以摩西伫遐讲，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旗啊，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伊互我得胜，伊互我有气力，就是耶和华尼西。到以西结的时阵，伊伫遐咱头仔咧看着以西结会前读经的时阵，看到以西结，伊伫个所在讲着。以色列人，你为什么会去用掠去？为什么会顾？因为安全，因为安全。到最后，但是我有愿望互你。这个愿望啥？以色列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伫遐讲着，讲当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来，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要出现。迄个新的耶路撒冷要称作耶和华沙玛，耶和华沙玛。迄个就是咱同在的意思。所以咱伫遐望讲，咱每一个人。咱圣殿毋是干那伫中华路49号，啊，毋是伫倒一间教会，倒一个迄个礼拜堂的所在。圣殿乃是伫咱每一个人心中，因为咱来信主的以后，咱领受圣神，到伫咱的心内，三位一体上帝就正做咱的帮助。咱不管伫倒一个所在，你若亲心将你献上甲上帝结连做的时，迄阵就是你的神，你的圣殿，你上帝甲你同在伫。
顶礼拜咱学习着讲，这个以色列人因对因的神的了解是安尼，咱有这种了解啊无？你若安尼了解神，你就知这个神要互你会当得到安息。耶和华上帝是毋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有准备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毋是享受平安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毋是带你行义的路，正正确的路，无你行偏差去？耶和华上帝是毋是成做你安慰者、你医治者，伫你的身心灵全灵的部分？耶和华是毋是互你得胜的，享受你气力，会当抬个赢过迄个有限的咧？耶和华上帝是毋是常常甲你得的？耶和华上帝若是安尼的时阵，你自然会当伫你的生活中间，你会当得到安息，包括你是休闲生活是嘛会。那今日进入咱第三课是，咱伫遐要来学习讲，伫圣经中间常常讲到耶和华上帝爱以色列人守什么节，透过摩西甲伊讲足侪节期的，咱头拄仔所看利未记23章，就是咧讲到即个。到底耶和华上帝所设的这节期有甚物意义伫咧无？旧约中间以色列人守这是甚物意义？然后倒转咱哋，迄是以色列人啊，那咱呢？咱嘛有足侪节期伫咧啊！这节期咱会使，毋知会使甲有即个属灵的意义伫内底，会当伫遐转变袂？转变之后，咱基督徒会当有帮助的即种节期伫咧啊无？咱今日三个来学习者，咱先来看看节期有啥物功能？节期一般每一个民族拢有伊的节期咧。这个节期有哪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有哪是为着什么事件的关系，有哪是为着要纪念什么，等等这个拢有伊的这个意义伫咧。犹太人嘛同款，犹太人伊的节期中间是透过上帝、透过摩西伫迄所在所定的，所以一定甲上帝有关系，所以是宗教性，啊是属灵的这个部分，甚至佫有预表。有比如即个弥赛亚要到伫咱到伫世间人，将对世间人帮助，即种节期的属灵的即意义伫。咱华人的文化中间嘛有侪即种，伊其实拢是真美好的，嘛有甲圣经价值观同款，也有真朴实即种价值伫咧。但是嘛有一部分是即种违背圣经的，以及有即种异教的即种色彩伫咧。咱爱小心，咱爱明白，才会当知影。华人的这种节期中间，虽然有的是敢若是种迷信，还是因为其他咱无一定明白的，咱就在这惊吓，其实免惊。咱无必要伫这节期中间来离开去，咱爱真自然来过这个节期，但是要努力伫迄所甲转化、甲改变，做讲咱会当明白意义，然后咱过一个这较是有属灵意义的这种节期。我毋知咱知影咱的节期中间啊，有真侪这有着甲节气有关系。像讲咱有这个夏至、冬至啊、秋分、春分等等这，啊嘛有清明。清明到底是咱的节期，还是一种文化内底一个？咱常常会甲变无共，会甲混在一起。像讲咱较咱讲到要来讲到咱上个重要的有4个节期，即过年啦、清明啦、端午啦，啊，甲中秋。这内底敢有拢同款？无呢，原来清明毋是，清明是季节啦吼，季节，敢若歹太好。季节就是因为太阳的关系所引起的，所以拄仔咧讲即个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即拢是一个因为太阳的关系，甲咱地球的即关系以后，以前无热日图遐尼清楚，伊就伫迄所在讲啊，即马伫夏至热天要到啊。冬至啊，冬天要到啊，等等遮个啊，在春分、秋分啊，伫迄所在，甲一年内底分，毋是分这4个无够，最后分做24个伫咧。然后咱若上网络，咱就当去看到，遮拢有伊的意义伫咧。但是有的是传说所引起的遮个，咱伫后壁的所在去看。不管安怎，这个节期伊内底因为时间性的关系，还是因为庆祝的关系，遮个其实嘛是咱基督徒。因为这个日子拢是休困的日子，所以是咱这个安息生活中间重要一个部分，爱去注意的。咱首先来看圣经中间伊的节期，圣经中间的节期的时，伫迄所在拢有一句话讲，耶和华的节期是咱来宣告诚做盛会的这个节期伫咧。这个节期呢，伊有属伫这个
所以表示讲，这节期拢是上帝所设立的，咱来伫个所在来举行即个盛会。上帝节期会当分做两类，一类就是普通的，一类是较特别的。迄个普通的，就是咱常像安息日啦，啊是即个每月日的头一个，就是即个月娘初一的时阵，月娘上无的迄天，然后去年的内底有一遍的即个安息年。啊，到50年一遍的即种4年，这是普通一般的即种节期伫咧。特别的节期内底的时阵，有啥物？有7个若定，就是咱今仔日圣经所看的，有7个搬过节、无假节，啊，即个稻啊拄啊熟的即个节、五旬节，啊，甲分扫角的节，啊，甲赎罪节，甲即个大寮啊节伫咧。这个节期呢，有伊的意义伫，因为这节期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咱简单来说明，这到底是这以色列人，咱无伫世时阵咧守这节，但是咱知伊背后意义伫咧。搬过节，记载伫23章的第40个底下，伊是正月10时。以色列人的正月，甲咱的正月无共款，因为伊整个的民族为埃及伫遐来得到拯救，会当出去家己侍奉。家己做主人，家己伫遐敬拜上帝，所以迄个月就是因的正月。伊要离开即个埃及的，迄个月做因的正月，伫迄个所在正月10时，迄天因就要过即个搬过节。伊伫初10的时阵，就先准备羊羔，连10时的时阵，就迄天来抬伊，将即个灰甲抹伫伊的门的边啊。所以即个耶和华的使者要来抬即埃及人的即个大囝的时阵，到底伊是？这埃及人住伫倒的时阵，看经过，看伊的门有即个抹、即个灰伫的时阵，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使者就经过跳过去搬过去，所以咱才叫做搬过节。然后到伫即个无抹即个时，这就是埃及人，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将伊的大囝伫遐个抬死。这个所在要甲咱讲具有意义是安怎？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伫新约来看是安怎？即个血的主要所为咱定是伫给流保费共款，伊流伊的保费来赎咱的罪，伊是搬过节，咱来明白伊的意义伫咧。第二是无假节，无假节是伫正月15到伫，就是搬过节过两天开始，有1礼拜的时间，因着伫遐所食的物件是无即个发酵、无干的即种物件伫咧。因为干即项物件伫旧约中间，伫咱的圣经中间。通常是咧讲迄个无好的，迄个假是一点仔呐，伊就会当互一团的即个面粉伫迄所在发起来，表示讲伊影响力非常的大。咱来想看讲，伫咱中间，咱若讲一寡什么人的好话时，即个话无遐尼紧会当传开。但是若讲什么歹话时，哇，真紧钱仔就拢传开去，因为人拢最爱听迄八卦，听迄种无好话，哇，什么人下骹就开始处咧讲话，所以这。假普通伫圣经中间咧讲是迄个无好的物件。咱来讲正面的话时，来造成咱教会是一个真正面的，毋是迄个负面，讲做即个假讲款。所以圣经中间拢甲即个假讲，毋茫讲，但诚做圣话时，你着食迄个无假饼，你来食迄纯的即种米粉所做即物件。所以无假节的时是咧讲纪念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迄段时间。头一个礼拜伊拢爱食即个。无效病伫咧吼，新约来讲是话，即个无好，即个假除掉原因，就是用主耶稣来除去遐个罪，互咱当过一个圣性的即种生活伫。第三个是即个初熟节吼，初熟节是拄叫做头熟头一个熟起来即个节日哦，伫正月16，还是伫咧无假节内底时，伊是纪念迄个大麦。大麦收成的时阵，用即个大麦拄啊收成的大麦伫遐来献祭吼，讲的就是感谢上帝赏赐的即个丰富。啊，咱用即个新约来看时，就是主要所讲的初熟的果子，代替咱伫遐来奉献到伫上帝面前哦。即个是头熟的即个节日咧吼。第四个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伫3月初6，是遐伫有即个有即个盛会伫咧，啊嘛有即个献祭伫咧。具有意义就是啊，上帝丰富的即个赏赐，到新约已经五旬节拄啊好圣神降临，所以圣神降临以后，赏赐咱属灵一切的即个丰富伫咧。第五个是讲分扫角，分河头分扫角的即个节日，这是7月初1。
因分扫教的时，呼召所有的人倒转到伫上帝面前，伫遐要来做即个，伫遐要认罪。哦，所以伫迄所在分扫教做纪念，呼吁来看因咧啊，召集所有百姓来悔改。信约的时阵，毋那干那招以色列百姓，乃是招万国万民，拢当倒转到伫上帝面前，称做上帝的即个囝儿伫咧。然后因伫迄所在要认罪，叫做赎罪日，这是伫7月初10。虽然拄仔看见讲，伊伫7月初1的时分扫教，然后7月初10伫迄所在来做即个赎罪的罪。啊，这是为着这百姓伫遐来认罪。做即献祭伫咧吼，啊百姓就伫迄个所在开始爱刻骨家己的心，就是爱刻苦己身，就是爱认罪，然后爱认真行伫上帝爱咱行的即道路顶面。大这是为着在全体伫遐来赎罪吼。所以旧约意义就是上帝要赦免百姓的即个罪，新约意义是啊，全人类拢要来得到救吼。最后一个节期是大寮仔节吼，就是大祝棚节吼，因袂使去住伫家己的厝，伊爱去外口所在另外大寮仔起来住伫遐，住7天伫咧吼，前后拢有8天伫咧吼。要纪念什么？纪念因早时出埃及的时阵，因伫迄个所在，因伫遐伫旷野，拢总是大寮仔。40年中间，大寮仔住伫即帐篷内底时，上帝安怎看顾伊？上帝眷顾因伫旷野的即个生活里，到伫新约内底时，咱要感觉迄个主耶稣，敢若迄个大寮仔共款，甲咱另外伫伊的保护，伫伊的主耶稣的保护的即保护下面的是，那佫敢亲像伫即新的耶路撒冷的城降临共款，咱得到伊的保护共款。所以咱看这个7个节日，对咱来讲是，咱无咧守这个节日，但是咱会明白伊的意思伫咧。伊的意思包括讲。主耶稣有保护甲咱热汉伫咧，主耶稣佫甲咱除去咱的罪，主耶稣诚做迄个头生的即个规矩伫咧，主耶稣伊佫找紧圣神来诚做咱的帮助，互咱伫属灵中得到帮助。主耶稣佫毋望咱当倒转到伊面前，透过伊罪得到赦免，就新天新地到伫咱中间。这就是这7个即个节日伫现在意义来看。当然，伫这日记拢咧讲着即个以色列人因的古业、因的礼伫咧吼，毋是咱的礼，也毋是即个国礼伫咧吼。啊，重点是伫即个伊是2个节期，一个是无甲饼的节期，就是大寮的节期伫咧，其他拢是日子。五旬节是一日，搬过节嘛是一日，分扫教嘛是一日，赎罪日嘛是一日，其他拢是节期伫咧吼。这节期要互咱知影，一个是纪念大卫的即种修行，一个是小卫的即修行。当犹太人安怎来过即个节期？有2种方式。头一个方式是因伫遐来食、啉、跳舞、团结做伙吼。这是记载伫尼希米记第8章的第90到第10节。伫遐讲，今仔日是圣日，你毋通悲哀啼哭，恁去食肥的米，啉甜的味。无备办的人，恁就爱去分互伊。原来因家即个耶路撒冷起好了后的时阵，因就伫遐庆祝的人就摕耶和华的律法起来读了的时，因要庆祝，才变做大人伫遐啼哭。咱会背个上帝爱咱咧，做咱竟然无，所以伫遐真悲伤咧哭。但是也希利米甲伊讲迄个时阵是今仔日是诚做圣日，所以恁莫啼哭。咱用各种方式伫遐来庆祝。咱当食肥的米，啉甜的米，啉甜的即个味伫咧吼，表示讲用真欢喜的即种情形来过即个节期，这是犹太人头一个方式，用欢喜的方式伫遐来过即个节期。第二个方式，却是用悔改禁食的方式，记载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3节。伫迄个所在，因禁食，佮穿麻衫，佮衫皮肤伫咧，伫迄所在来认罪。迄个情形呢，咱了解是非常真悲伤，掉伫上帝面前，伫遐来认伊的罪，穿麻衫、衫恢复伫咧，然后佮禁食，因原来就用即2种方法，伫遐来咧过因的即个节期伫咧。咱看见犹太人伫因的节期中有真欢喜的，
有食啉、有跳舞、有团结、有欢喜、有安息。但是伊嘛有迄种敬拜、读圣经、悔改、禁食等等这个。所以伫过节中间，这拢是咱应该来学习、来运用的即种方式之一。咱有可能是爱认罪悔改，但是咱嘛有爱欢喜的时阵，对不对？咱倒来看咱华人的节期内底时阵，咱看见，咱有过，上届咱定定咧过着4个节，对不对？就是过年、清明节、甲端午节、甲中秋节。这代表的有的是节期，有的是为着事项，伫迄个所在来咧庆祝的。这基督徒伫这节期中间，显然真显然，这个圣经的记载，就你无共款的。咱要安怎做？咱就安怎做？啊，是咱要安怎甲伊有即个转化做属灵的意义伫咧啊无？头一咱来看过年，过年是农历的1月初1，咱应该有某种，咱甲遮即个民间的习俗无共款，是咱爱拒绝伫迄所在来拜，啊，伫迄所在有即个跋筊等等遮的吼。人拢讲过年的时是即个法律的即个休运期哦，我就开始有即个家己有理由伫做一寡上帝所无欢喜遮个事伫咧吼。啊，特别即个拜过年其实有一个传说伫咧，讲迄个年是一个动物，即个年的动物伫即个每年的最后一天时会出来食人，一年啊食1摆尔。啊，咱到12点的时过时，哇，无叫人食着过即个年去啊！所以咱真欢喜，咱就伫迄个所在放啊啦，放鞭炮啦，放炮仗，庆祝讲我无去互掠去，无去互食死去。古早的意义是安尼伫咧，但是咱已经渐渐袂记安尼，咱可能甲换做咱家己意爱过迄种方式伫。而且咱要甲咱要鼓励过年的时，咱是咱慰劳的日子，咱是逐个拢至少有5天以上的即种假期伫。啥物使利用即个假期去探访咱真久无去甲伊探访的这亲友伫咧，甚至咱厝内人三个做伙伫迄个所在来分享，来感谢过去1年中间安怎受着主的会看顾，伫迄个时阵有即种更有意义伫咧。咱要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新的即种来看因，啥物过年就敢参像以色列人早时搬过节共款，因重新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因用迄个月做正月。对咱来讲，过年嘛是咱的正月开始，所以咱啥物是从一种，敢若以色列人咧过以这搬过节迄种方式底下咧过年。咱甚至嘛有人就伫迄个大春联写的，咱是甲别人无共，咱写的种圣经的话语，伫迄个所在诚做咱的帮助。伫遐讲，咱感谢主的救赎，主耶稣的保费食看伫咱的身上。还是甚至有食即个苦菜啦、年糕啦等等，这就代表敢若吴孝平共款，甲赋予甲咱的节期有即个甲圣经符合的即种属灵的即个意义伫咧啊无？这头一个是过年，第二咱看去清明节，清明节其实是甲日头有关系，所以这是算国历国历的4月初4还是4月初5，真侪人伫这时阵去拜，还是去拜伊的祖先啥？咱讲祖先，咱就来拜登源头，就是拜上帝。咱的祖先毋是拜伊，祖先是来孝念伊。所以咱真鼓励，来透过即个扫墓的即种情形，还是追思，还是家族聚餐等等这方式，伫遐来追思咱的即个祖先伫咧。所以新的意思来咧，就是讲用基督教的方式来过即个清明节，来用孝念咱的即个祖先过去的即个啊。真侪咱的子孙毋知影，就即个时阵来甲因讲，啊，咱的祖先捌安怎，互咱会当知影讲，啊，若有相片看，更较好。等等，遮个透过清明节，伫即个所在来纪念。咱教会有清明的礼拜，就是希望大家组织做伙用相片，佫会当伫遐来孝念伊。这就是咱的方式，伫迄转化，甲即清明节，人拢用伫去墓的去拜方式，伫迄所在转化做。咱是伫去墓去扫墓，但是咱伫教会中间来追思、来孝念因的即种方式。第三，咱来看到即个端午节、肉粽节。肉粽节是伫5月初5，咱嘛常常人会去拜去，已经袂记咧即个肉粽节原来意义是啥物。肉粽节咱拢咧食即个粽的。其实咱若看去以前故事有2-3种版本，上个普遍的版本就是屈原。有一个诗人，伊看见迄当时的即种情形，互伊感觉伊真受气，讲即阵的情形安尼，所以就伫迄个
用自杀的方式跳落即个江，像迄个沱江啦吼，就是跳落即个河内底，啊，伫遐来自杀死。真侪人为着要纪念伊，就开始包即个用肉粽叶啊包物件，等落即个河内底。啊，等落河内底到底是包这是要有啥物人食？原来我头前叫是要起源食吼，起源的死去当然袂食的吼，是我的错误。迄就是讲要有遐鱼啊，遐即个伫水内底即个活物，因食迄，莫去食起源，因为意思是安尼。佮伫迄所在，即个肉粽节，佮有即个划龙舟的比赛，到底为着甚物？头前就是一种运动啦，结果毋是。伊讲早时，伊知影起源已经跳落河内底，有人就用各船去要找即个起源，所以敢若用迄种龙舟的意思，就是要去救即个起源共款哦。到现在，咱已经换做是一种运动，一种积极的即个意义伫迄个所在。但是咱会当想象袂，咱若讲将即个肉粽节即个叶仔甲剥开的时候，啥物敢若咱的性命伫遐重新得到新的性命？啊是耶稣，或者猎杀路，伊伫遐搁活的时候，叫人讲伊出来，甲伊的即个布甲偷开，互伊会当行。原来束缚伫咱外面的这物件，就敢若肉粽迄个叶共款。当咱甲拆开的时候，咱来思考讲，咱啥物活出一个新的即个生命者，已经不再是老的我，是新的我，有种国活的大能伫咧啊无？第四个是咱的即个中秋节，是旧历8月15，嘛是真侪人伫遐来拜即个月娘。月娘甲咱共款，甲地球共款是另外一个星球那样。所以咱无应该伫迄所在跪拜伊，但是咱会当到伫外面的所在，伫遐来赏月，伫遐来郊游，伫甚至所在伫遐来过一个家庭上个做伙日子。到伫外面啥物甲即个以色列人伊个大了解嘛是共款。到伫外面的所在，伫遐来知影看见咱的即个大自然，伫遐来欣赏这会当来思考讲基督会当过来。咱看见的些节期是咱华人的即个节期的，但是咱啥物敢若会当守这个节期？咱看见这面，除了这拄仔讲这节期，咱家庭嘛使有咱家己的节日啦。咱嘛有厝里人生日的这种日子会当伫迄所在来庆祝啊。甚至基督徒有2个生日，头一个生日是咱肉体的生日，咱无办法敬。妈妈甲咱生落来，迄天就是咱的生日。但是你若是领受你认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来洗礼时，你的灵命要得到顶头生，迄是另外一个生日伫咧啊。咱的灵命的生日伫，迄是咱受洗日子。你毋知会记咧你的受洗日子是第时袂？你会当用迄日子来庆祝。你有结婚纪念，你足侪日子，你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纪念，甚至会当用即个日子，你邀请你的亲人朋友做伙，佫会当来办一个福音的茶会伫咧。特别上界好用的，大概是即个受洗的日子。你请因来时，我今仔日我要和大家三角来庆祝，是因为我伫多几年以前我受洗礼啊。我伫迄天已经真做是新造的人啊。我要将我老的我已经是甲主要所定时过，所以我伫即个所在真欢喜，要定这日子，要邀请恁大家做伙来过即个日子。然后你就当将福音伫迄所在来传出去。其实咱基督徒足侪日子，你会使伫遐来想象，伫遐享受节期，毋是干那要讲以色列节期，咱无咧受。啊，毋是干那讲咱华人的即个4个日子呢？无，咱各有当足侪日子，咱会当伫迄所在。每透过这个日子的时，上帝咱搁一摆思考着，甲上帝的关系是甚物？然后你就当得到即个正确的即个安息的意义伫咧，你就当过一个安息的生活。咱看见伫咱的圣经中间所讲的这个节期是上帝所定的。咱华人嘛有文化留落来，互咱的节期伫咧。但是咱家庭嘛拄则所讲遐侪生活上的即种纪念者，这拢是要互咱的生活会当搁较有这安息，过了搁较丰富，搁较会当享受即个咱的生活伫咧。咱拢会当伫即个下面伫遐来享受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但是咱毋通颠倒过着这节期休困日的时，颠倒互咱无缘到会当得到安息。即个拄仔讲的，咱厝里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一个新的即种安息的时，毋通干那咱家己来享受，
你嘛会当到伫咱的小组中间，甲咱小组组员三个来分享。伫教会中间嘛会当甲教会人这一齐伫遐来庆祝，也会当咱团契的一种功能会当更较落实伫咧。但伫这时代，互咱知影讲，上帝设足侪节期，上帝互咱会当看见足侪节期，咱会当享受。咱已经知影真侪这日子，咱拢会当来享受伫即个节期中间的即种安息。所以毋茫咱会当开始来规划，恁兜还是你家己的厝，你家己个人上界近的一个节期，到底是倒一个节期？你会当来设计即个节期，会当甲人来分享，诚做伫主内底的一种安息，享受你所有的你的即个节期的。毋茫咱伫第三课伫遐来讲到，上帝设遮个节期，要以色列人来得到透过节期的即种接受的时阵，想起甲上帝关系，然后知影上帝诚做伊的帮助者。咱嘛共款，虽然咱的这个民族内底是毋是基督教最基础的，所以这真侪节期甲咱无关系。但是咱会当来转化做咱对咱的信仰有意义、属灵有意义的。然后咱的家庭佫会当另外伫遐来设立一个节期伫咧，毋茫遮会当诚做咱的帮助伫咧。一礼拜中间有一个小组中间会当互咱来分享讲，我印象上爱深的一个节期是我想要过节期是要安怎，以及要安怎才会当互每摆节期会当有喜乐，有当安息，有即个意义伫咧。毋茫遮会当诚做咱逐人帮助，咱更较明白安息的意义，以及会当来享受，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互阮伫灵命操练中间，要来享受你所应允互阮的安息。但是，阮常常袂当真正明白即个安息的意义。阮常常想到，那亲像是阮身躯的安息那定。但是，主，你要互阮知，你的安息是阮全人的安息，伫阮身心灵的安息。当阮甲主一个亲密关系，伫主内底，阮真正得到安息。阮才会当伫阮的身躯、伫阮的心灵方面，会当真正得到安息。主你来帮助阮，透过伫即个圣经中间讲的节期，透过阮的社会中间的节期，透过阮家己家庭，还是阮个人纪念的节期，嘛要互阮会当伫遐来享受主你所享受的安息。求主你来帮助阮，来祝福伫阮的中间，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是要同心用主所教阮主导阮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